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指出，讲今年头一季民生消费产业平均一个月欠工超过38万人，创历史新高。目前民生消费产业薪水大概是37000到4万1，甲其他的产业比起来薪水算是较低，所以人嘛歹找。外面内底店员是真无用，一个爱甲人客点菜，一个搁爱捧菜互人客是无用试试。民生消费业即嘛大欠工。人力银行调查发现，讲今年头一季平均每一个月欠38万2000人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其中餐饮业每一个月减17万1000人，小卖业10万6000人，大卖业5万人，大宿服务业2万7000人，运动甲旅游休闲业是2万6000人。最严峻的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少子跟高龄。我们说过，45岁以下就是少掉了将近300万，在2030。那中高龄它却是增加了将近86万。人力银行表示，去年第4季开始边境解封，民众就像鸟仔放出人共款出去旅游甲消费，加上政府普发6000，互民生消费产业平均每一个找头路的人会当分到8份工课，比整体市场1.8份的工课还佫较悬。另外调查嘛发现，讲民生消费平均月给3万7至4万1，伫整体产业的价坎。而且最近这几年薪水增加的幅度是伫咧8.6%到13.7%不等，比基本工资较低算点钟的累计调整的幅度是17.3%，月计累计是去14.3%。缺工的问题会导致我们既有员工本身业务量的再增加，如果说长时间下来，也有可能发生再离职的一个状况。企业可以在这个时间点。去重新检视本身企业里面你的薪资结构，以及你内部本身的一个升迁机制，在你调整过后，愿意留在这个企业，再努力的发展。要安怎化解民生消费业大欠工的问题？人力银行表示，除了大幅度增加薪水以外，嘛会当把招募的重点放伫咧中高龄，而且放入人才背景合格的条件，采取多元任用、单线工时甲排班。互家庭主妇嘛会当运用人帮来补这个课，或者是提供后勤人员远端的工课，增加老人才甲少人才优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